錦柏苑即將收樓，共設3座，柏歡閣、柏悅閣、柏康閣，提供1896伙，睇我3到4人單位，點設計3房。牆邊放置櫃筒樓梯，上下床方便，還能收納。下方懸浮地櫃放上軟墊，又能坐又慳空間。上方做高低床，造型擋板，保證安全。入戶嘅門口位置放置一個到頂鞋櫃，中空櫃格位置可以放置雜物。嚟睇窗邊房，牆側放置衣物收納櫃，側邊開放式書架，入邊做榻榻米，床底收納超實用。最後玻璃吊趟門隔斷。再嚟睇主人房，到頂衣櫃加書台一體嘅設計，方便又實用。房門係格柵隱形門，懸浮地櫃加岩板，加側邊開放櫃，收納展示都兼顧，簡約又大氣。裝修家私一條龍，感興趣嘅街坊 PM 我啦。